大家好，又 Mr. Question。2022年7月，海外著名防衛分析帳號 Defense Analysis 引用咗之前中國測試嘅殲36戰機照片，表示新殲36同早期試飛型號對比改動極大，進氣道外形、整機氣動輪廓全部重新優化，引伸收型嘅細節亦都可以睇到。但係最令人注意嘅就係呢架戰機嘅機身編號就係36012，編號末尾數字已經走到去12啦，說明殲36原型機最少做出咗12架。但係呢個講法馬上引嚟好大嘅反對，話係編號誤解，應該係另一批嘅第二架，仍然係原型機。但係歐亞時報The Eurasian Times 報導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帳號中國軍號7月26日發布咗一段約為4分鐘嘅影片，紀念中國首架大型運輸機運20服役10週年。影片最後一幕，運20運輸機嘅副駕駛員詢問機長：今日為邊個加油啊？機長就回答：先給大陸，再給小陸。畫面隨後出現咗一架好熟悉嘅3發動機、冇尾翼佈局嘅殲36戰機，同運20運輸機並飛嘅畫面。原型機同服役戰機同時執行任務咩？但係原型機測試又唔應該同轟六同框㗎。咁樣殲36現今嘅發展進度應該就係喺最後測試，還是係已經小批量生產呢？但係無論如何，殲36已經定下咗第6代戰機嘅標準啦。今集等我哋嚟討論一下殲36是否量產咗。Mr. Question 問題先生，發掘時事盲點或者正確答案，讓大家明白事實嘅真相。喺節目開始之前，請各位訂閱並且撳埋右下角個鈴鈴，再選期全部，有新影片就會通知各位。36012嘅誤解，有人解說36012呢個編號嘅含義，可以參考殲20已經公開嘅編號體系。殲20嘅2001、2002號機就係屬於00批次嘅驗證機，任務就係測試基礎氣動佈局同埋引伸框架，不具備定型條件。後續嘅2011、2012等201X 編號就係屬於另一批嘅原型機，專門用於係全科目嘅定型試飛。再往後嘅2021、2031等編號對應係升級改版同埋雙座型號，每一組編號都對應明確嘅研發階段同埋技術狀態。呢一套編號規則從殲10時代就開始沿用㗎啦，經過咗20多年嘅實踐驗證，已經成為中國航空工業裏面約定俗成嘅編碼慣例，唔係咩秘密嚟㗎。我哋又從殲36嘅設計了解一下進度。殲36嘅高機動，殲36從第一次試飛到而家已經好幾次㗎啦。最初俾人嘅印象就係大3角翼嘅攻擊機或者係重型嘅戰鬥轟炸機，起飛重量估計達到45到50噸，比殲20嘅25噸翻咗1倍，冇可能做到戰鬥機嘅高機動嘅，所以大家就會諗係遠程攻擊空中目標啦。4月中有人拍到殲36又試飛咯，唔同咗以前咁樣。今次試飛唔係平飛同埋降落咁平淡，而係飛出咗一啲高機動動作，倒掛翻轉同埋小半徑急轉彎，打破咗大家嘅看法。高機動有2個基本條件：第一，良好嘅氣動設計，低空阻、高升力同埋容易轉彎；第二，高推重比，咁就要有強大嘅推力啦。種種疑惑仲未解開，
最近出一張殲36雙機嘅飛行照片，兩架嘅尾噴嘴明顯係唔同嘅，其中一架就好似係二元齒輪噴嘴，更有清晰嘅圖片顯示第二架原型機係有3大改動：機腹進氣口、後起落架機輪同埋3個尾噴嘴。從呢啲改動，我哋可以推斷出3台發動機係咩發動機。更加重要係未來服役時候嘅發動機點樣達至臨近空間3馬赫以上嘅速度巡航。第二架原型機同第一架原型機有3大分別：一、機腹兩個進氣口從 Carnot Inlet 就改為 DSI， 降低咗正面雷達波反射；二、後起落架嘅機輪由前後雙輪就改為平排雙輪，降落着地嘅時候，雙輪着地就更穩啦。三個尾噴嘴改成係二元齒輪噴嘴，提升咗機動性。好明顯，呢個改動就係朝向應用化。Carnot Inlet 有利於收集測試唔同飛行姿態下嘅進氣數據，以便設計出 DSI 嘅鼓包形狀。呢個亦都說明機腹進氣嘅發動機就係渦扇發動機，而3個尾噴嘴改為二元齒輪噴嘴，就說明3台發動機都係渦扇發動機啦。咁樣係咪渦扇15呢？新一代戰機必然有新台發動機，配合新一代嘅戰機戰術，先至能夠壓倒老一代。無論中俄6代戰機嘅戰術目標都係能夠喺3萬米高空以3馬以上嘅速度巡航。美國嘅下一代變長發動機嘅外涵度其實好細嘅，但喺巡航模式嘅時候，中涵度嘅空氣冇燃燒，係冷空氣，就等於將外涵度加大咗，達至省油。變循環發動機嘅優點：傳統嘅渦輪噴氣發動機，渦扇或者係渦噴，要麼優化低速效率，要麼優化高速功率，冇辦法兩者兼得。而變循環發動機原理上就可以通過動態調整佢嘅內部氣流路徑、壓力比同埋燃油燃燒循環嚟解決呢一個問題。你可以將佢睇成係一台智能發動機，佢可以根據需要自動切換渦輪噴氣同埋渦扇模式。例如喺起飛時候同埋嗌音速飛行間，發動機可以打開額外嘅旁通管道，有效地好似大涵度比渦扇發動機一樣工作，從而降低噪音並且提高效率。然而，變循環發動機可以將更多空氣導入喺核心嘅燃燒室，喺需要提高速度嘅時候，佢就好似一台動力強勁嘅渦輪噴氣發動機。呢個靈活性就使到一台發動機能夠好似2台唔同嘅發動機一樣工作，從而消除咗推力同埋效率之間嘅傳統權衡。美國嘅6代戰機規格亦都因為定喺作戰半徑1000公里以上，巡航速度2馬赫以上，相對 F-22同埋 F-35就係跨代發展啦。涵度燃燒變模態發動機，變模態發動機亦都有3個涵度嘅，第一、第2同埋第3，相當於變循環發動機嘅內涵度、中涵度同埋外涵度。變模態發動機嘅最大唔同就係有2個燃燒室，主燃燒室同埋涵度燃燒室。部分空氣會喺高壓壓縮機同埋主燃燒室之間嘅第2涵度進行燃燒，稱之為吸間涵度燃燒，再同主燃燒室出嚟嘅空氣混合，達至係雙倍燃燒量。模態1，第一涵度同埋傳統渦扇發動機係一樣嘅，空氣由風扇導入，經低壓同埋高壓壓縮機增壓之後，通往主燃燒室。
空氣經過燃燒後膨脹，再通過高壓渦輪同埋低壓渦輪，然後由尾椎排出。呢個模態同傳統渦扇發動機係冇分別嘅，適合喺2萬米以下亞音速巡航。模態2，喺超音速飛行之下，進氣量隨住飛行速度上升，傳統渦扇發動機嘅燃燒量就唔能夠將全部空氣燃燒，降低咗燃燒率，亦降低咗推力，要開啟加力燃燒。所以絕大部分渦扇發動機都唔能夠喺超音速下巡航。空氣由風扇導入，速度高，經低壓壓縮機壓縮之後，部分就通往主燃燒室，部分咧就通往第二咸道嘅燃燒室。空氣速度高，但壓力較低，比第一燃燒室嘅壓力低。咸道燃燒室亦都比主燃燒室大，兩者燃燒量就係差唔多嘅。但係比起傳統渦扇發動機嘅燃燒量咧，就大咗1倍啦，適合喺2萬米以上超音速巡航。第二咸道嘅空氣流量係可以調節嘅，係按照氣流速度調節燃燒溫度，達至最佳燃燒效果。當飛行速度超過2馬赫，燃燒量就提升，超過主燃燒室；當飛行速度超過3馬赫，燃燒量就大幅超過主燃燒室啦。相比變循環發動機，推力同埋效率之間嘅權衡就係傳統渦扇發動機嘅主要毛病。F-22憑大均推力就達至超音速巡航，但係飛行距離短，因而美國就研究出彈性處理燃燒同埋風力嘅方法，就係變循環發動機。但係最大均推咧，只能夠少量增加。嚴格嚟講，就係傳統渦扇發動機嘅改進版。要達到2馬赫以上巡航，就要解決氣流量同埋氣壓嘅問題，更要有另外燃燒室負責處理大氣流量、低壓嘅空氣。所以變模態發動機就係為咗高馬赫飛行而設計嘅。呢個亦都係中國第6代戰機嘅作戰模式之一。相比美國嘅6代戰機，已經唔同一代啦。為6代戰機而來，咸道燃燒變模態發動機嘅計劃係喺2028年實現量產服役，而殲36同埋殲50嘅試飛速度，2027年就會係小批量試產，2030年前服役，時間點咧就相當吻合。而戰術佈局亦吻合，中國6代戰機就應該係最高飛行高度為3萬米，最高巡航速度就係3馬赫以上啦。要睇變模態發動機嘅進度啦，亦都有可能先配備渦扇15，但係中嘅發動機應該就係變模態啦，領先美國變循環發動機一代。如果兩支雷達都能夠上嘅話咧，咁就係7代戰機啦。殲36何時服役？原型機同量產機之間仲有一個重要嘅環節，小批量試生產。一款新型戰機必須完成全部定型試飛，通過軍方驗收，敲定最終量產參數之後，先至會進入去試產嘅階段。試生產機型會優先交俾試飛部隊同埋訓練部隊，用於編寫飛行手冊、打磨戰術戰法、培養飛行員同埋地勤嘅保障團隊。呢一個週期通常要1至2年。從殲20列裝嘅歷程嚟睇，從2011號原型機首飛到正式服役嘅一線部隊，組建完整作戰中隊，前後耗時6年以上，而且試產階段每年嘅產量都只係個位數字，唔會一下子投產一個中隊嘅規模。呢個就係因為新機嘅列裝本身就係一個逐步累積嘅過程，飛行員要重新學習操作邏輯，地勤要熟悉維護流程，後勤要建立新嘅備件供應體系，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時間磨合。
美媒軍事觀察此前就做出咗判斷，殲36量產裝備部隊最快都要喺2030年前後，呢個仲係相對樂觀嘅估計。呢個時間線同中國主力戰機一貫穩打穩紮嘅研發節奏係比較吻合嘅，先驗證再定型後列裝，每一步都唔會跳過去㗎。一款跨時代戰機嘅首飛都形成戰鬥力，10年左右嘅時間喺全世界範圍裏面都屬於正常嘅節奏。問題先生就有點異議啦，喺公開嘅第二架原型機，所有裝備都裝上咗，大過載機動都表現咗，呢一啲喺殲20發展過程中都要好幾架之後先做齊，再加上空中加油嘅暗示，殲36應該發展到後期啦，好快進入定型，但係新一代設備好似發動機等，可能要喺 A 型或者 B 型上面先用上，咁樣喺2030年好可能就在役啦。請各位訂閱緊隨本頻道影片，獲取更新嘅資訊。希望大家廣傳，並且歡迎留言讚好。拜拜。